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同埋盤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洗手間，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廚房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，飯廳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睇到成個內嘅景觀同遠處嘅山景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就係內嘅景觀。主人房放完床之外，仲有好多位置放衣櫃。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網嘅工作。對住就係成個內嘅景觀，望到遠處嘅山景。各位如果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